水大声。这时请戴乃轩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承担改变，最主诺报。各位当时的兄弟以及在座少年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感谢咱的小会啊，感谢谢牧师的邀请，以及咱的小会的接纳啊，互我今日早起会通伫这个所在，而且甲咱的同心来敬拜，会通伫这个所在来做礼拜，通讲是一个真好的享受。过去一段时间啊，伫工作上的关系，毋免伫礼拜日伫教会。也所以拢常常会当伫即个所在参与咱的敬拜，按对咱的即个头前的带歌的敬拜赞美，咱的青少年的圣歌队，咱教会的圣歌队，咱的插会，咱的事求，咱的交代，咱的教会所做一切遮的事工，伫即个所在来做礼拜是一款的享受。因为自从我离开咱去到离家伫迄个所在，常常有到伫其他山骹弱小的教会去做礼拜，我会感觉讲。要亲像咱教会即款的水准，实在是无介准，所以搁较恢复我会当回想过去即个所在，甲咱做礼拜款的享受。今仔日搁倒转来即个所在，甲咱遮来敬拜上帝，愿一切荣光拢归荣归上帝。咱过去习惯上看到一个缘投条件实在真好，好看的牧师徛即个所在，忽然间到一个迄个比个底遮，咱也袂管是迄话，紧，这是当然的代志啦。今日早起要用这个承担改变做主仆人这个题目，甲咱来做伙来思考圣经内底的一个假释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了后的第2主日，伫这个教会日的中间，拢有安排这个经文。所以这两位的经文，毋是我选的。通常若是长老教会的系统的教会通常礼拜日圣神降临节，讲每年拢有即个教会日，拢有伊下伊的即个经节经段，其中有新约，搁有旧约，搁有保罗的书信，新约中间即个是福音书，所以我只有经即个旧约福音书即个部分，保罗书信我就无摕来经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较长淡薄啦，亲像咧甲陈医师考试同款，陆续开始，这袂我选的，这是照教会日来的。现在较会，我要利用这段的经文，即甲咱今仔日的即个生活，咱的所拄着的即个议题有关。撒母耳上元第8章开始咧讲起即个以色列百姓，即个设立国王的一个过程。经过士师时代的12支派联名。一款的制度，到撒母耳了后，因为大多数的人，即个地方的头人已经领受真不满撒母耳的家族，所以咧，咱若较去看即个撒母耳第8章，会当看见讲第8章第1节开始讲撒母耳赢老的时，伊的即个所有领导的风格使用伊两个不同理解的后生，所以即两个无真好势。这个民众百姓真不满撒母耳的家族一款的领导，所以大家召集伫喇嘛的所在，对撒母耳即个教囝的失败提出批判、质疑，尝试趁机会提出改变国家体制的要求。用今仔日个话来讲，叫做调开国事会议，强烈主张建立王国制度。这是一个国家政体足重要的一个代志。毋知影这以色列百姓是因有经过真深的思考也无，但是呢，按对第5节，咱今日所读的圣经第8章第5节，伫遐讲起伊这个人以色列的头人的讲法。讲你看，你已经老，你的囝无行你的道路，打求你甲阮设立一个王来判断阮亲像列国一样。所以，伫即个所在经文中间透露一寡玄机，就是讲以色列的遮的意见领袖要主张改变因的国家体制，是要甲
其他的国家共款。人讲有样看样，啊无样家己想。啊，以色列的这头人是看别人的样，伊当时的农业立国的国家是用这个王国制度。面对这个局势，撒母耳倾向依持耶和华传统，就是人是上帝的奴仆，是代理管理尔定，人袂通做王。所以，伫迄个争执的是，撒母耳倒转来到伫信仰的原起点，伫遐去祈祷，伫遐找上帝的意思。伊千想万想，都想袂到讲上帝竟然也同意这百姓的要求，接受改变国家体制。总是伊期待耶和华上帝期待所选出来的王，伊完同款是代理人，是上帝的奴仆。伊想袂到，代志竟然甲上帝的计划甲思考完全倒变。所以耶和华上帝交代撒母耳，伫要设立这个王国制度进前，要严严甲伊分析王国制度，而且会好甲歹。所以咧，即个所在，咱的经文也反映出几个六项的即个设立王的一个弊病，就讲伊发生。按对第11节开始，所以撒母耳就用耶和华的话，甲这百姓讲吼，你要爱一个王，好，介好，若呢，将来王管理恁的王的制度是安尼，伊要处恁的囝，为家己设立伊管车，做伊的兵马，然后第12节，佮要为家己设立因做千总50区长，也要设立人，甲伊做园做五国，制造军器甲车利的器具。第13节，也要处恁的查某囝，甲伊制造香油，甲伊做煮食，做笔饼。第14节，要处恁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迄个上好的，要处伊来提互伊的奴仆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按对11节到第17节，总共有讲出6项王国制度的弊病，有提出，有讲出一个共款的物件，就是体，要甲你处，要甲你爱。所以王国制度一旦设立，即个国王就有迄款要甲你征收，要甲你掌握，要甲你精选。要甲你征调，要甲你抽税，总共有6项。当伫我咧读这段圣经，咧准备这个物件时，我感觉这个感触真深。所以咱讲中华民国万岁！自从这个走路的土尾仔政权来到台湾了后，就甲迄个车轮牌旗插伫台湾这个土地，过来就为所欲为。到今仔日，话讲要起价就起价，这个实在讲也是咧判断错误。我嘛毋知即款的政府会当搁台湾偌久。那撒母耳这个见解，也毋是无来源，也毋是讲凊彩想想，凊彩凭家己的情欲、家己的私欲安尼讲的。伊即款的见解是来自于对当时的这个王国制度的观察甲了解，以及过去因伫埃及，以色列人伫埃及做人的奴才的这个经验，所以撒母耳这款的话是句句有所本，字字有来历，是有根据的，是有来历的，是经过观察分析了后，才来讲起这个王国制度的一个弊病，但是。这个百姓已经听袂落，已经听袂入耳，所以伫这个所在看见先知撒母耳议员有备办，有准备这个具备这个做先知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以色列百姓是把这个话当作马尼东风，遮来互咱看见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论，就是偏见会互人的目睭甲心拢变做青的。
到尾啊，即个国家的制度伫迄个所在来改变，总是即个改变，煞互以色列即个民族后来行亡国的结果。对撒母耳到耶稣，以色列有经过两个重要的发展改变的过程。第一个就是咱今日所读的按第12支派里面到王国制度。伫即个制度下面，耶和华上帝嘛是搁真期待以色列的所选出来王，爱成做人民的典范。咱手头嘛也有伫圣经的人去来甲献《申命记》第17章14节到20节。《申命记》的17章14节到20节，咱看一段的经文。按第14节咧讲起，即个王爱伫你的即个国家、你的兄弟的中间来选出，绝对袂通有绿卡。第16节开始，王毋通为着家己家天做做的只马，也毋通为着家己家天搁较侪只马，搁来互百姓搁更加会急。因为耶和华捌命令讲，无你搁对迄条路转去，也毋通为着家己带侪侪的护匪，行了伊的心背逆，也毋通为着本身积聚侪侪金银。伊坐伊的国位的时，就用一本册抄写即个律法，就对迄本尊治祭司利未人的面前的来抄写伊，迄本就下伫伊遐。一世人就读伊，通学习敬畏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就接受即个律法一切的话甲这个律例来行伊，免得伊自个来看轻兄弟，搁免得伊偏左偏右来离开即个界定，通互伊甲伊的子孙伫以色列中国位久长。我甲读这个圣经查的时阵，来对照今仔日咱台湾的现况。实在是感慨万千。当不要紧，就事实已经摆伫眼前，王国国王的制度当已经设立，若咧只有期待这个国王成做国家的模范的公民，千万毋通行歪错的路。但是，这款的期待犹原是落空。所以到尾，咱来看见第二以赛亚就是我咧讲的两个改变。第二个改变就是以赛亚先知所提出，国王爱正这人的罗卜。以赛亚书第52章、53章，就是咱下早起所读启应文这个部分。伫这个所在，耶和华上帝各摆。照着先知的喙，甲当时的百姓讲：耶和华上帝所主张的王，以色列人所选出来的王，爱正做受苦的萝卜，毋是高高在上，是做人民的公仆。对这个观点来切入，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马可第3章第20节到36节这段的经文。耶稣正做一个受苦的萝卜，这是一个耶和华信仰的一个典范，也是道成肉体的主耶稣，伊遐咧实践上帝的听的一个典范。经过个人的传道了后，耶稣召集12个门徒，伊遐展开要恐吓福音的时间，千万伊嘛想袂到讲树大招风。煞因为安尼来受这个亚罗色列遐来的经学书来甲伊枉困，用今仔日的话来讲叫做抹黑。伊对伊的对手即款的甲伊枉困，耶稣主动来说明，伫咱所读的圣经23节的所在，而且搁伫遐设譬如。
来伫遐甲遮人讲，若要做贼，要去共掠，要去共拍，还是要共抢劫，嘛都爱共伊斗迄个上爱变的人，迄个绑起来，才有可能。哦，国甲国袂通相争，国甲国相争会倒。撒旦甲撒旦袂通相争，相争嘛会变。所以我绝对无可能是靠鬼王来赶鬼，所以恁应该爱清楚一下。耶稣安尼好嘴良话伫遐说，但是这个百姓就是拢听袂落去。咱耶稣读的这段的经文，犹原伫马太第12章22到32节，以及路加第11章14节到30节，拢有记载。但是马可这个部分有漏交一个部分，就是有甲迄个代志发生的原因，伫遐来简略无写。但是马太甲路加拢有伫遐咧讲起讲，耶稣有医治一个野狗的患者，总是马太福音有进一步讲，即个野狗的患者上时嘛青面。耶稣行医治的新约，来引起犹太当局的不满。讲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，然后借着这个代志来惹是成非，受这款的冤枉、这款的委屈，耶稣白白无叫耳甲乌已经足无奈啊，佮因兜的人也来插一脚，因为耶稣的亲人袂堪得家头合尾，才会乡亲的要求，就毋讲耶稣嘛可能是精神失常。侪基督徒读到这段的圣经，拢真会通替耶稣抱不平，拢伫遐见外讲，是安那耶稣因兜的亲人，哪会安尼趁这个机会落井下石？其实我嘛真同情耶稣的妈妈甲伊的兄弟。咱也欠一个立场甲讲，耶稣身为因这个家庭的一个长子。食到30岁啊吼，这查甫人还不娶某生囝，这创啥？耶稣时代毋像咱这个时代无共，伊迄时阵是18岁到22岁左右，这段时间就拢已经娶某结婚啊，娶某生囝了。耶稣毋但无娶某生囝，佮安怎工会办的吼去传福音所以好啦，无你做讲去传福音，无你嘛。去摕一个去赶一来做嘛好咧。耶稣毋但无去赶一，还佫偏偏甲犹太教当局伫遐正面的冲突，甲因的传统伫咧中间起冲突。耶稣这个行为、这个作为，用今仔日介流行的一句话讲：奇怪的你。因兜的兄弟姊妹甲别人甲伊讲，兄弟啊，你嘛甲差不多咧，奇怪的你，真正足奇怪。所以因兜的人会认为耶稣是不务正业，这嘛是会通理解。好，咱无要搁徛耶稣的家庭的这个立场来看，咱来看讲，伫这个所在，耶稣的心情是怎样？咱搁倒转来耶稣的心情，敢有偌济人会通了解？人讲烧烧面起，有人会冷尻川。刀成肉体，真做人，真做人还佫无够，佫真做人的萝卜。真做人的萝卜佫无够，佫真做罪人，佫去互安尼骗上，安尼去互骂，去互来枉困。即款为着世间人来付出的上帝。竟然无法度通得到当时遐个宗教人士的一个接纳，当时接纳耶稣的吼，拢是遐个下阶层的人，遐个无权无势，遐个拢皇帝讲你出事就安怎拄安怎，就缺事出事就斩将，这就是顶世人做歹代志，若无就是爸仔母吼暗中来做偌济。乌杂杂的歹积德，今仔日吼报应才会安。耶稣对伫迄款的人，甲即个拍摄讲，必伫伊的心上来显出上帝的荣光。耶稣对伫遐个弱势者，伊是尽力来付出，用生命
甲因背对，甲因相挺。总是遐高高在上，徛伫真悬的地位，伊才会经下司法利赛人，才会祭司，才会意见领袖。耶稣是不止一摆好嘴念烂，叫因着爱冷静，搁倒转来伫耶和华宗教信仰的精神，重新来思考所谓的传统甲律法。耶稣讲，伊毋是要废除，是要甲伊成全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会通看见耶稣会听到怎样，对世间人听到怎样。也所以，咱就会当较理解。伫马可第，咱耶稣读的所在第31章到35章，这段耶稣对当时群众所讲的话，而且咱看见耶稣真正满满的深深的情，甚至伊家己受着至亲的误会、误解，伊愿含泪接受，伊愿伫遐去更加的勇敢向前。咱今日所读的这两段圣经，提供咱啥物款的启示？大学习。第一，制度毋是无用的改变，领导者甲伊的思想我毋是袂使接受。总是制度的改变，要讲起这个制度的改变，咱千万毋通意气用事。一定要针对咱的问题，提出比目前更较好的策略，才袂愈变愈害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要避免个人的意气之争，才袂互恶势力有机会严重来伤害到人民。以色列人不满撒母耳教囝的方法甲内容，伊会当批判，会当质疑，会当家提出建议。我想这点值得肯定。伊利用耶和华宗教信仰做精神，任何唔好、歹的代志，咱拢会使讲。也若无咱今仔日在批评这点当，就无咱的立场。所以唔对爱讲，唔对无讲，迄是包庇，迄是咧盘烂讲事情。但是呢，要批评要讲，咱千万唔通意气用事，而且爱针对代志，要安怎解决，提出较好的方法。这是耶和华上帝伫对待这个百姓，对待伊的人民，伊已经嘛是家己以身作则，安尼咧做。以色列的人民，伊不满撒母耳。来提出这款要建立王国的一个制度，耶和华上帝嘛是替娘讲好啦。既然因都有这个想法，也无得顺因。来看这款的上帝心中有偌尔啊宽，也期待讲透过这款的方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了后，会当互国家行更较好的状态，但是都拍散。这个国王，这王国制度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整个的国家就安尼来亡国，可惜、可悲，也嘛可叹。咱的教会若要改革，伊愿爱避免这款的发生。改变是一款的改革，是把迄个歹除掉，把好的留落来，是弃恶扬善。所以，这个改革改变的过程中间，毋是咧拍天下。一旦若改革有成功，也毋通是讲吼，一言当道，加欠先天。这款的恶质的文化，是当今的社会、当今的国家上改变的。咱的隔壁迄个土耳其国家，一寡太子党的人，咧掌握国家的大权。因私底下聚会时，这是台上安尼咧讲的，毋知我无去求证啦。不过可信度不加管，就是讲，我们共产党老爹打下来的江山，怎么可能让其他的来跟我们分享？
共产党的这老爸周恩来啦吼，毛泽东啦，这邓小平，因这人当时所拍落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，可能互其他人甲因分享这个成果咧。这也向当时陈世宏，也向当时的这个宋朝，也向当时中国所有的朝代，毋是拢共款。这倒转到伊的王国制度啊嘛。伫台湾这个政党，你甲看，是毋是犹原是兄弟啊？相生一模一样。所有的政党拢会陷入伫即款的弊病。咱爱用制度来改变、来修正。所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，然后大家照这个制度来行，这是健康的国家应该做的方法。第二，咱来看见上帝用真宽的心胸来接纳，因为要应付当时的实际生活，不得不来改变的这款的国民，上帝依然甲伊接纳。准讲这个改变对上帝不利，伊也是互人机会，愿意互人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来修正，期待人类伫改变的过程中间，依然心对上帝的敬畏。所以，第撒母耳第8章第7节第9节，这话就是上帝对这百姓、对这人民的期待。通讲是好嘴黏烂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当作蚂蚁中风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安尼讲，万是上帝互人有尊严、财力以及疆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甲医生甲管理世界。伫人类历史中间，上帝对待人真正是仁至义尽、仁至义尽。但是人对上帝是温断情绝。人真正是误用上帝互人的才能，所以破坏人甲人、人甲上帝，以及人甲大自然的关系。咱真正爱搁伫上帝面头前，切切实实来悔改，搁倚靠耶稣基督恩典，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具体表现伫倒位？就是爱将上帝所赏赐互咱每一个人的恩赐，运用伫造福人群、参与整个的改变的工程。咱中间有真侪伫中期在任职，医疗团体就是伫迄个所在透过这个医学、医药、甲医疗仪器的介入，互一个患者来伫病院求诊，来互伊的病来得到消除，互伊的身体来得到健康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要爱做某一个程度上的一个改变，来维护这个人的一个生命。上帝互人的才能伫社会中间犹原是安尼，咱来参与伫整个社会改革的运动。上帝互人有真侪能力，毋是干那要用光家己，要累积财富。自从宗教改革了后，有足侪的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参与伫改革的团体，互迄个社会来进步，才有真侪好的见证。当一个人将恩典、上帝所互人互伊的恩赐用伫改善环境、做好人群的时，伊就是咧学习上帝的心性，就是咧甲上帝同工道别。人若一味为着家己累积财富，虽然今生今世享受荣华富贵，却会为互遮的人民甲社会带来不幸。若将这个社会改革看作是拍天下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社会毋但袂进步，反倒会得制造真侪庆极难事的利益。报纸咧讲起这个卖股票赚10几亿，却只有交一个100几万的税金，即款的人无应该受到呵恼，爱受到人民的谴责。但是教会也是机构，去停一款的企业，若毋是另有企图，就是浪费时间。咱今仔日个社会，物价咧起价，咱的贫富悬殊
遮尔啊大，这是咱大家共同的心声甲感受。耶稣若是今仔日，伊会安怎样做？这个兵讲行义的上帝，这个耶稣基督，敢会讲啊，煞去啦！规定吼，咱踮世间是暂时不比天堂永福去，啊，出在阴看免啦吼，啊，规定吼，早一日啊死了后去伫上帝遐吼，上帝当为着咱准备较大的房间，互你去摒扫啦。家己顾家己，啊，若教会讲啊，你教会顾好就好，阮台社会咱莫插政治啦，人讲诶，教会袂使插政治，啊，讲即款话啦，拢家己咧插，啊，叫人莫插。我的老师贵阳美博士常常咧讲教会若无插政治，上帝若无插政治吼，以色列人死了了啦，拢伫爱去做人的奴才啊。上帝毋但家己本身插政治吼，佮下指导棋，佮叫人去带人出来去，所以上帝政治插比咱较深，插比咱较深入。所以若讲吼插政治就无神圣，啊若安尼吼，因遐人拢比上帝佮较神圣。啊，你想看卖敢可能？咱期待今仔日个教会会通参与伫改变甲改革。必要的是用教会信仰的规律来调开国事会议，来缩短贫富的差距，来伫这个所在来组成一个公义、和平、仁爱的社会。最后，咱来学习耶稣基督，迄个也是家的精神。这是耶稣对伊的人所讲的。耶稣本人毋免咱家己服侍啦，伊也无欠他欠手，伊比咱较好。总是伊爱咱去诚做奴仆。伫咱的乡土，伫咱的社会，伫咱的世界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，用上帝所予咱的恩赐去帮助每一个人，学习耶稣的款式。有影做基督徒常常安尼，做甲老换，去用养甲老换，总是伫耶稣的面头前，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。耶稣歹势甲咱讲，啊，我著安尼咧做啊，恁互讲几句话，哪有要紧？但是咱期待即款的事迹，将来伫上帝面头前，诚做阳光的面耶稣比咱更较受苦，伊牺牲比咱更较大，伊一生只有求实践上主的旨意，但是伊咧得罪当时的犹太当局。但是伊嘛勇敢，安尼来做，安尼来做。对伫迄个硬化的犹太宗教，伊担起迄个改变的责任。这个过程千辛万苦，伊嘛用耐心、一切的智慧来化解。到尾啊，伊知影，大家摊牌吼，大家势不两立的迄个机会来的时阵，人用刀来扑。遐个对手的耳仔，耶稣知影讲，即款武力袂当解决问题。伊会讲，刀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对这人行了后，耶稣死。耶稣毋是袂晓估计，袂晓想，袂晓考虑，袂晓评估，伊是知影只有即个方法，牺牲奉献，才会当取得真正的和平。今仔日。咱的教会这个所在咧徛起，咱要怎样来伫遮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？咱兼毋是着耶稣即款行神迹的精神来勇敢来向前来行。所以人类历史不断地改变，知识科技进步真多，但是道德甲良知、信仰甲听信的进步确实真有限。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兼无着爱遵照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以圣神的感动的面来参与改变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社会，也许咱会受责，派去咱的责任，这是耶稣对伊的门徒的期待，也是对咱的期待。主耶稣被咱做咱的头家，是叫咱去服务人，咱嘛无应该做别人的头家。叫人就敢服咱，
咱要去服务人的过程中间真艰苦，但是愿者成功，不愿者回头。耶稣无甲你硬压，总是你若愿意，当你安尼来做的时阵，勇敢向前行。我相信上帝的施恩带领咱，会祝福咱，引带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我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阮来到你面前，敬拜服侍你。阮知影，阮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伫你面头前，阮的心思意念，阮的言行举止，阮有时阵常常来失去对你的尊重，甚至叛过你的意思，互歹较赢伫阮的欲望内底。主，阮要亲像保罗迄款的土块，靠下阮的罪人。是最会当救阮脱离即款的航天。阮只有仰望施恩怜悯，为着阮来定死的世界，为着阮来流血来洗清阮的罪的主耶稣。因为只有伫你的内面，阮才通得到医治、赦免、甲赎回。也只有伫你的内面，阮才通找到健康，阮才有勇气，才有智慧。来跑走我的人生。主，阮诚做基督徒，毋是要只有享受即款的恩典，受拯救、受祝福的恩典。阮还阁爱诚做你的罗卜女婢，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来负起改变的责任，来做主你的罗卜，来互你的圣尊名迄个高举，来用即个来。引带一个人来归于你，阮无够力，求你帮助阮。阮软者，求你扶持阮。阮的智慧不足，求你充满阮。求你用圣神甲你的话，伫阮日常生活中间，成做阮的开达甲智慧，互阮会通学习你的脚步，承担改变，做你的罗卜。伫你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祈。